嗨，大家好，我是探平树。今天是2026年1月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地方债，聊一聊地方化债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地方债已经演化到哪一步了？大家或许还有印象这个兴起于10年前的 PPP， 也就是 3P 模式这个 3P 模式就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模式。政府与社会资本在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领域，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这个一般的是在那种叫公共服务领域，还有这个基础设施这一块这个本来对吧是应该由政府来投入来建设，但是政府吸纳社会资本参与，社会资本来投入，政府负责监督管理价格这个等等这些管理，但是这些运营呢由社会资本来运营，这样双方达到一个合理的这种平衡吧。但是随着地方债现在越来越高，这个 3P 项目也是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个 3P 项目政府也要参与，什么省级政府、母基金，然后地市级政府，然后再下面政府的城投，他们都是优先劣后他们都要参与。后面再是社会资本，这个社会资本又牵扯到银行，也有运营主体，所以说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弯弯绕绕，最后还是跟地方债密切相连。3P 模式变成地方政府大兴基建的一个工具。前两天经济观察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的就是这个 3P 项目化债陷入僵局。他的文章这么介绍的，他说2025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存量项目建设和运营的指导意见正式出台。文件明确提出，坚持问题导向、分类施策、降本增效，规范 PPP 存量项目建设和运营，旨在通过优化融资环境、清晰权责边界，破解 PPP 项目运维期的各类难题，稳定社会资本投资信心。很显然这个 3P 这个工具使用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难题。现在这个工具俗话说也就已经用坏了。社会资本参与之后不赚钱，都在赔钱。你后面所有的什么 3P 项目，社会资本不参与，就没人愿意睁着眼睛吃亏这个经济观察报说然而84号文在县区层面的落地情况并不理想。据民数科技公司统计的数据显示，区县层级的存量 PPP 项目投资规模占总投资规模比例 42.4%， 数量占比总体比例 68.6%。 民数数据科技副总经理洪志强分析，区县一级项目数量多，但单体规模小，主要涉及到市政工程、城镇综合开发、交通运输、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几个行业，且大多数需要政府财政支持得以实施。2025年12月，一位县区 PPP 部门负责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县区级项目面临融资降息难、财政付费滞后、税务政策摇摆、协调机制缺失等多重因素。84号文的政策红利未能有效传导至基层。实际上这个就对社会资本形成了一个关门打狗之势就是把你吸引进来之后，一切都变了。本来应该政府给你付钱的，因为公共设施嘛，对吧？是应该政府买服务，社会资本提供服务，但是政府用了这个服务呢，但是他没付钱，没钱。本来对吧？那个运营主体有税收优惠，但是税收政策在摇摆，一会儿优惠，一会儿不优惠。往往这些项目涉及到多部门、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地方政府，但是这个协调没人能协调得清楚，没人能说了算。所以这个社会资本一旦陷入 PPP，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文章说这些问题在市级以及以上虽然也存在，但在县区级更加突出。84号文出台后该人士尝试和社会资本、金融机构沟通，以降低收益率和贷款利率，但未果。该人士发现县区级难以获得增量资金，县区级金融机构也没有任何决定权，社会资本符合度高，配合度高，但是没有任何作用。一位社会资本管理层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PPP 项目涉及政府、社会资本、银行三方，但基层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形成政府没钱付、社会资本没钱扛、银行不愿让的三角僵局。社会资本方作为中间方，既要应对银行的违约追责，又要体谅政府的财政困难，陷入两头
受气的境地，这叫受夹板气啊，风箱里的老鼠啊，两头受气。银行那边他得之不起，在银行那边，这些社会资本是贷款主体，本来指望着从政府那儿拿钱，但是政府没钱付，对这个社会资本来说啊，这叫应收账款暴雷。PPP 部门负责人士啊，建议84号文的落地离不开金融、税务等部门的协同支持，建议财政部联合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就是央行啊、税务总局等部门，尽快出台配套实施细则，明确操作标准和职责分工。这个典型的是先上马后治理，一切规则都还不规范、不明晰的时候，社会资本杀进去，必然会全军覆没啊，叫陷入困境。你这个时候呼吁上面，对吧？各部门就是最顶层的，他们去协调，那你且等到猴年马月。该人士建议，一是明确融资优化具体流程，协调银行不得因调整贷款利率将项目公司及股东列入关注名单，简化利率调整的审批层级；二是明确3P 项目税务认定标准，针对项目公司非施工企业的特性，允许按6%税率开具可用性付费发票，避免税率随意调整；三是建立财政付费的保障机制，要求曲线将3P 项目付费列入年度预算，多渠道缓解基层财政压力。这个显然这是一个三角困局啊。84号文呢提出鼓励支持社会资本方、金融机构、政府方平等沟通，互惠让利，优化 PPP 存量项目实施内容等等啊。但是啊，实际操作中有一定的难度。上述社会资本管理层表示啊，融资成本高是存量 PPP 项目的普遍痛点。84号文明确支持政府、社会资本与银行协商优化融资条件，但基层协商过程阻力重重。比如其所在地的 PPP 项目均是通过南方某商业银行办理的项目贷款，在利率下行周期 PPP 项目主动申请降息，遭遇银行明确拒绝。银行给出的理由是降息属于贷款合同重要条款修改，项目公司股东及担保方将被列入银行系统关注名单，这会直接影响关联企业后续融资征信。上述 PPP 部门负责人在实际操作中就发现，银行作为盈利性机构，优先考虑自身风险，对84号文的政策导向响应消极。财政部啊管不到金融机构，这个大家都知道，金融机构归央行和金融监管局管。政府方面虽有推动意愿，但县区财政缺乏资金和资源，难以牵头协调银行、市级财政部门。虽然组织过座谈会，但无法改变银行内部管理规定。该负责人说啊，按照银行系统实行严格的层级审批制，市这一级分行无最终决定权，属上报省行乃至总行。这个不用怀疑啊，像这些都要上报总行，也就是要去北京。我以前啊专门跑过这个事啊，就是省什么银行啊同意都没用，你必须报到总行，由省分行的负责人带着你跑到总行去跟人汇报、跟人磨。实际上啊，总行他也做不了主，他也要往上报，报到这个什么金管总局，以前叫银保监局。而上级的省分行乃至总行对84号文的重视程度不足，这也导致基层行长缺乏推动政策落地的动力。实践中，该负责人士发现，本地所属金融机构协调降低融资成本的进展非常顺利，但是其他金融机构几乎没有进展。那本地的金融机构，那总行对吧，就在你省里面，而且本地的不就是城商行吗？或者叫对吧，其他什么农商行，那都是当地政府的说了算，左口袋和右口袋，那个协调起来就容易得多。所以你不要跟什么国有大行，还有什么那十几家全国性的股份制银行，你跟他扯上了就很麻烦。上述 PPP 负责人说啊，市行行长汇报降息，省行首先考虑的是利润影响，不会因为一个政策文件就突破内部规定。银行内部将贷款条款修改视为风险事件，担心被监管问责，因此对 PPP 项目的降息展期申请采取一刀切的拒绝态度。该负责人说啊，更有银行将84号文视为催缴政府付费的工具，而非优化融资条件的依据。这个说法也很有意思啊。金融机构理解成你这个84号文是监督政府，让政府赶紧掏钱是吧？要付费。
你用了人家服务，你得付费啊，你怎么反过来跑银行来要求降息呢？对吧？如今的困境是政府没给你付费导致的，不是银行利息高。当初这个3P 项目成立的时候，这个利息就是这么多，你是认可的，这个似乎也没毛病啊。汇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最近一直在就存量 PPP 项目进行谈判，其客户包括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谈判的核心降低回报率和银行贷款利率。他说原来大量的存量3P 项目回报率在 6% 左右，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在 4.9% 左右，但近年来利率持续下行，这也是地方政府要求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的理由，这样可以减少 PPP 项目公司的支出。当前存量 PPP 项目面临难题主要是3个方面原因：一是各方利益诉求不同，二是缺乏更细的政策依据，三是缺乏行之有效的执行程序。投资方自然不希望降低收益，但政府方有降低成本的诉求。当前3P 项目参与方，中国就是参与方中国资机构比较多，各方决策时一般都需要有依据，但目前除了84号文没有更详细的规则，降多少怎么降均未明确，也缺乏行之有效的执行程序，谁来牵头谈，怎么谈，按照什么程序谈，严格来说目前也没有依据。你看看这个现在县级的这个 PPP 项目基本上都这么个下场。部分 PPP 行业人士认为84号文由财政部牵头制定，但未联合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税务总局等关键部门。上述 PPP 负责人士表示更关键的是政策出台前对县区财政流动性紧张、银行层级管理严格等现实情况预判不足，也就是对吧？这些制定政策的人对下面根本就不了解，高高在上，我以为出了这么一个政策，问题就解决了，实际上不是落地很难，具体执行也很难。如果84号文能联合金融监管总局、税务总局一起出台，明确各部门责任，从基层执行起来就顺利得多。当前的实际情况是，县区政府是 PPP 项目的直接责任方，但当前基层财政方面收入下滑，支出刚性的双重压力，根本无力保障项目付费和协调进程。除了财政实力不足，基层政府的协调能力也严重欠缺。该负责人士认为 PPP 项目涉及金融、税务、住建、交通等各个部门，县区政府缺乏跨部门、跨层级的协调权限。例如税务政策调整需要省级以上税务部门明确，融资降息需要银行总行审批，这些都超出了县区政府的协调范围。而市级部门虽有一定权限，但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难以推动银行、税务等垂直管理部门配合政策执行。那怎么办呢？有专家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在更明确的规则出台之前，建议各地寻求自救方案，也就是你别等着上面政策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你们自救吧，有什么招用什么招，实际上一点用都没有这个专家建议那更是抓瞎呀。一要寻找专业机构协助，比如一些纠纷解决机构提供了纠纷促进谈判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有财政、金融、税务、工程等方面专家提供专业分析，可以解决不会做、难决策、分歧大等实践问题。这都是叫治标不治本换汤不换药。建议地方可以在不违反中央政策的情况下出台细则。三是建议在法律法规范围内做出一定的创造性举措，例如某地在一笔地方政府专项债化解投资人提出问题的项目中，灵活运用了国资相关法规，协助相关投资人退出。专家说建议 PPP 各方摸着石头过河，先行先试，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只要遵守84号文的精神，只要遵守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只要遵守化解政府债务相关文件的规定，可以边做边总结经验。这个相当于是扯淡孩子死了奶也来不了。上述 PPP 行业人士提出一些建议，比如将 PPP 项目纳入专项债支持范围，设立 PPP 专项债，针对存量项目的融资置换、成本补贴等需求提供资金支持。如果能像土储债一样为 PPP 项目设立专项债，很多融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你看看这个建议会导致个什么呢？这个 PPP 的社会资本背后是银行，它被套到政府的这个公共设施建设，
啊基础服务建设里面，从这个政府的这预算报表里面啊是看不见这个钱的。但是这个也跟政府的信誉有关系，政府要给他付这个用他服务的钱，政府没有负债啊，所以他又不算地方债，但实际上他又算地方债。为什么呢？因为这块死了之后，你政府大量的这个公共项目就没人投资，你政府也没钱，那就更完蛋。所以你看啊，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是按照专家说的啊，你把这部分也搬到桌面上，由地方政府去发地方债、专项债去解决，这就是我说的啊。那你这个地方债就无穷无尽，你不知道有多少，浮出水面的容忍是一小部分，地方债是越花越多啊。你看看 PPP 的项目救不救吧？不救，作为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工具没了，对吧？你再忽悠什么社会资本来参与什么3P 项目，那个经济条件好的地市恐怕还好一点，那个欠发达地区那就更没有资本愿意去，就是社会资本啊，那当地就更加落后，各种建设跟不上，这个就是环环相扣啊。84号文中提出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地方政府通过发行政府债券筹集建设资金的举债一律不得突破法定限额，确保财政安全和可持续。但是该部分行业人士希望的是，可以有新增专项债额度，用以解决存量 PPP 项目的难题。面对社会财政困难的难题，存量资金调配较为困难，最好有新的增量专款专用的资金。这个3P 项目啊，现在在全国到处啊遇阻，尤其是欠发达地区，以前投进去的钱现在出不来，形成坏账，但是最后实际上又影响银行，因为这个钱都是从银行出的。实际上这个 PPP 项目啊，现在陷入困境，归根结底是地方政府缺钱，地方政府没钱了。如果地方政府有钱，他能按时付他的这个费用，他购买这个服务啊，他要付费的。现在地方政府连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来，哪有钱给你付这个费用？他一不付费，这个3P 项目现金流就断了，现金流一断，他拿什么钱去还银行利息？就这么简单啊。那你找政府吧，政府说没钱，然后政府说把这个项目利润压低一点，我政府的负担就轻一点，对吧？你本来是从政府角度来说，你一共是10个点的利润嘛，政府说你这个社会化运营资本啊，你们拿4个点就够了。银行本来有4个点的利息，那政府说你这个现在利息都，你看消费贷都2%点几了，为啥你这个贷款还4%呢？能不能降到2%？就这个意思啊。你看啊，银行让2个点，社会化运营机构你少赚一点，你也让2个点，那政府这边他就少付4个点，这是政府的算盘。那这个社会化运营机构啊，这社会资本他就找政府，政府就给你这么一个方案，对吧？一个你自己省一点，你少花一点，你节约一下，你提高效率，你再跟银行啊让他让2个点，你不就过得下去了吗？这日子啊，好，你这社会化机构找银行，银行说凭什么我要让啊，对吧？我这个做不了主啊，你去总行。这一下就卡壳了，就这么个事。再加上税务部门啊，恐怕这个项目刚成立的时候，税务部门是有政策的，对吧？对你这个项目啊，也就是税收有优惠，哎，这个也被这个社会资本视作一个利润，对吧？他已经算进去了。结果等到你的项目落地正式运营的时候，这一切又没了，对吧？该交的税一点都不少，就这么个事。几番扯皮，归根结底是政府没钱了。因为这个项目刚成立的时候，经过测算啊，它前提条件假设都是政府每年给他们付钱，到点给他们付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切账都算得过来，对吧？给银行4%的利息，税务交多少，这都能赚钱。这样的话，它这个叫 PPP 啊，实际上就是这个 GP、LP 这些东西啊，它都能成立。现在政府这儿不付钱了，没钱付，导致一下就乱套了。一乱套了之后，就开始想怎么样节约，对吧？大家都少赚一点，不就这么个事吗？归根结底啊，是地方财政困难，化债不利。现在很多社会资本啊，他参与这个3P 项目本来就越来越少，不愿意参与。现在更多的啊，他是看什么地方，如果你这地方财力雄厚，这个地方经济还不错，还没有暴雷倾向，人家才敢参与，对吧？其他的这个欠发达地区，你这3P 项目，你就是条件再优厚，没人参与。我以前做私募的时候啊，大概2016年、15年就接触过好多3P 项目，那时候他就号召啊，就是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什么叫社会资本？就是你成立个私募股权公司或者叫私募基金。那时候政府的这个 PPP 项目还是一个红利期啊，所谓的红利期，对吧？都是建立在政府还有钱付，那个时候房地产真是烈火喷油啊，政府有的是钱，所以这个都是社会资本求着政府啊去竞争这个 PPP 项目。现在呢，我估计是反过来啊，是政府求着社会资本，人家也不敢去，因为你没钱付啊。这个关于化债啊，现在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呢？刚才说的
3P PPP 那只是一个侧面，说明地方政府化债可以说是这叫黔驴技穷啊，没办法，只会越陷越深。昨天这个财新网还有一个报道，这个报道就很有意思了啊。我们以前说地方债化解难，对吧？地方债这样那样的问题，财新网的报道是居然是公开报道的第一例因为化债不利而被拿下的地方高官。这个财新网报道说化债不利结交骗子，2届候补中委吴胜华被移送司法。这个是迄今为止是官方正式通报因为化债不利而被拿下的。当然了，他还有其他的问题化债不利居然是他第一个罪名，这个非同小可这已经说明这个地方债到什么地步了。财新网这么报道的他说落马近半年之后，吴胜华案再有新进展。1月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其被双开并移送司法的消息。官方通报吴胜华问题包括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落实中共中央关于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重大决策部署不力，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结交政治骗子，搞迷信活动，对抗组织审查。他这个问题下面罗列好多条这是第一条。第一条里面的就你要经常看官方通报，你知道第一条里面前几句那都是对吧？就像那个是固定格式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这个是个固定的格式好，下面才是真正的你的实际的问题。它实际的问题就是落实中央关于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重大决策部署不力。吴胜华第一条罪名就是这个，就是化债不力。这个吴胜华2022年4月为贵州省省委常委、毕节市市委书记，并在中共20大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2022年11月10日，贵州日报刊发吴胜华访谈表示，坚决以敬畏之心深化自我革命，保持赶考的坚定和清醒，自觉扛牢广党治党政治责任，一体推进不能服、不敢服、不想服，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这个吴胜华他犯事应该是在这个贵州黔南州，他在黔南州当过书记。这个贵州的黔南州深度贫困地区，下辖2个县级市、9个县、1个自治县，除福泉市，其余11个县级行政区均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具体的这个案情咱们就不介绍了反正这些都是大同小异但是首先这个贵州是不是地方债问题相对严重的一个地区？我记得那个什么水丝楼对吧，也是贵州的。前几年不是传言对吧，贵州的地方债爆了，然后由这个信达对吧带队到贵州去，贵州向中央是吧提出不是要钱，是要智力，就是你派专家团队到贵州来化解地方债，然后有这个信达是吧带队去了。信达搞出一个这个化债方案，那个方案以前在网上也有传那方案的第一条就是裁员、缩编、勒紧裤腰带，但是后面好像也不了了之所以你看这个吴胜华作为第一个是因为化债不利，这主要罪名是这个而落马的候补中央委员，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债现在已经到什么地步了，实在是化不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个吴胜华或许是地方债是越化越多拆东墙补西墙，弄虚作假对吧？借新债去还旧债，这债是越整越多，上面怒了。实际上你说有多少地方是这样的，恐怕是数不胜数这就是战狼定律2024年底对吧提出这个10万亿化债，当时我记得我做节目就说了，这个债一定是越化越多。这很简单就像一个出了事的儿子说在外面欠钱，找到他爸一看这孩子对吧不争气，但是没办法，又是自己儿子，你得管了，所以就说你欠多少钱呢？老子给你付了，咬咬牙是吧把那个存折拿出来，结果儿子说就欠1万，好，老子把1万一付，后面债主又来了，后面又有1万对吧，又有8000，又有4000，反正是没完没了，一定是这个情况这个儿子在外面借了多少钱，实际上他自己也不大清楚对吧，他已经难以为继才找到老子这儿，他实际上他自己搞不清楚借了多少钱了，早就乱套了。所以你这个老子只要伸手说有这个想法，我要替你化债，那一定是越化越多。然后这个儿子呢一看老子给钱，那行又开始花对吧。这个我们举的道理比较通俗简单易懂。你这样的花钱，那只会是越花越多。这些就像一个砂锅铁
铁锅的吧，它明明有窟窿眼，对吧？下面已经通了，你不把那个洞给补上，然后玩命的往里灌水，有什么用啊？那你就是保证你灌水的速度大于它那个洞挖出漏的速度，你才能灌得满。随着这个地方财政啊越来越难，随着这个土地卖不掉，而且地方政府也没有其他的收入，那这个地方债恐怕是越来越难啊。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